姐妹，我们再过几分钟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主，也为我们所有的程序安排、人员的运动，还有设备，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们的全员在你的里面。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充满喜乐，充满平安，有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也十分的蒙恩，无论在哪里，你的恩典也随着他们。祝福今天早上我们所有的程序安排、人员的运动、所有的设备都蒙你的保守。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68篇34到35节：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贵。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财的天父，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7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
我们打开新灵粮诗选85首，我们用这首《你信实何广大》一起来敬拜。起立。你心是何广大，圣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秋冬循环，在中有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循规运行，天地宇宙万物皆同作见证，诉说我主心事，慈爱永恒。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常与我结习，安慰福愿。日日降临，更使我光明美感。你会赐我恩惠，永不无限。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
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85篇1到13节，在旧约614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耶和华啊，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上帝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我们一起来，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接下来我们为教会以下的事情来做公祷。首先，我们为非洲的国家中非共和国来祷告。中非共和国是世上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也是近50年来一个最缺乏报道人道危机的一个国家。近年来一直受到动荡的影响，我们要为他们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同时，我们要为卫理公会北山教区平安堂林天福牧师，为他们教会充足、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暑假有好的时间运用以及学习祷告，并且为今年暑假后升级新学期以及新学校的儿童及青少年祷告，愿主赐福他们新的展望和学习。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经课，今天的经课在何西阿书1章2到10节，哥罗西书2章6到5节。我们请贺兆鼎弟兄来为我们攻读。经课第一处在何西阿书1章2到10节，教会圣经旧约992页。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这女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
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今课第二处在哥罗西书第2章6到15节，教会新约圣经221页。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边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4世纪第3章15节以及20到23节，在旧约的240页，由我来诵读。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20节，以物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物说：“我奉上帝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物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中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物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的诗歌是《有人为我祷告》。
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么美的赞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由花莲丰田长老教会周家庆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讲台主题是让神的帮助取代生命中担心的如果。周牧师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上帝让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学习。我是花莲丰田教会的周牧师，那很开心那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那特别谢谢我们龙荒堂的弟兄姐妹，在今年的5月初，特别过来，然后来看看我们，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油，非常谢谢你们。好，那在上次的一个聚会里面，我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跟韦牧师的认识。其实我们从这个穆拉克风灾2009年，我们认识到现在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他也看着我当时从还没进入神学院，到后来神学院毕业，然后成为一个牧者那也对我提携很多，然后也帮助我很多那我也想起在嘉东那段时间韦牧师也在开拓教会，也是在跟我们做一样事情，做陪读班。那种把点心拿出来，孩子们好开心那个画面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我是花莲丰田教会的牧师。那丰田教会在哪里呢？丰田教会在花莲的寿丰乡，然后的一个村庄里面。我们村庄离花莲市大概40分钟的车程。那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侍奉。在要分享我们教会的状况之前呢，我想用一段经文，我想也是不只是我鼓励大家也是我鼓励我自己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士师记的这一段经文那是在背景是在距离现在3300年前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跟着约书亚，然后占领了上帝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完成了分土地的一个任务。但是占领土地并且就是分完土地，
不代表他们完整的能够领受产业，他们仍然会遇到跟其他冲突、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跟当时的一个暴力集团就是一个民族摩押民族呢起了冲突，甚至他们是一个战败国。圣经里面记载说，以色列呢，他们战败了18年，并且服侍了这个民族，然后服侍了这个国王18年了。那因为他们是战败国，所以他们必须要缴保护费那在这一次的保护费呢的一个缴交的过程当中呢，那以色列人呢就差派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户。那圣经特别记载，以户这个人呢是左手便利的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中文写的很含蓄左手便利的，那代表其实右手怎么样？右手是不太便利有暗示他是这个右手是残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缴保护费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在里面。那当他们缴完保护费完之后呢，他们在回家的一个过程呢，这个以户呢就告诉他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就先回去，然后呢自己呢就单枪匹马的与这个国王来见面，与这个伊居伦来见面。他一到伊居伦那里呢，就跟国王讲说：‘国王，我有一件很机密的事情要告诉你。’那国王当然就觉得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呢？’所以呢，就跟他旁边的手下说：‘你们都先走开那在接下来呢，他又继续告诉他说：‘哇，国王，我有来自上天的信息要告诉你哇，这下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神秘一定这个国王一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事情？于是呢，两个人就越来越接近的过程当中呢，就怎么样？就以户呢，就把他暗藏好的剑，他放在右边的大腿上面然后呢，就用他的左手，唯一的左手怎么样？把这一把剑拿出来，刺向国王的肚子里面。圣经记载说，这个剑刺进了肚子里面呢，而且这个肥肉还夹住了剑，然后剑呢还穿过了后面的这个背上，描述的是不是很巨细靡遗很完整那这当中呢，那这个以户呢，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当他国王就是当场死亡之后呢，他怎么样把门关好锁好，然后并且呢正大光明的非常冷静的离开那里。在圣经这个学者的研究，他们说剑穿过了后背，那个穿过这个字呢，就是有出来的意思，也许可能不是剑出来，也许可能是怎么样，国王肚子里面的大便就是的这个大便所以呢，也以至于我们接下来看得到说，为什么在旁边的这个首相呢，一直觉得说国王是在里面呢上厕所？可能他们闻到味道，他们觉得国王在上厕所，可是他们心里面越等越不安，越等越不安。他们心里想，为什么国王今天上的特别久？所以呢，当他们忍不住了，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奇怪所以他们拿开钥匙把国王的门打开之后，才发现太晚了。国王死在里面了，而那个凶手呢，怎么样？早就跑走了，不只是离开皇宫，他还跑到自己的同胞以法莲的山区，跑到那里，然后告诉自己的同胞说：“来吧，跟我来，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了。”还好这群人回应了以户的呼召，一起冲下山，然后跟这个摩押民族，跟统治他们18年的暴力集团一起对抗。那一天他们既然成为一个非常勇猛的战士，他们被压了18年，可是他们既然那一天成为非常勇猛的战士，跟摩押人抗战，而杀了1万个精兵，是训练过的军队。而他们呢，从那一天，他们国家太平了80年，他们拥有自由的身份。从这当中逆转胜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当然觉得故事呢，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哇，上帝子民得着自由了。那我们从这当中要来探讨，不是要探讨苦难因为苦难的原因呢，在4世纪大多是记载着他们离开了上帝，以至于上帝的祝福离开他们。
而在这一段经文，我想要带大家来探讨的是，上帝如何帮助他们从困境当中，而上帝如何出手来解救他们，并且从这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属灵的功课。特别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对吧？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为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与我们一起在这个天路当中我们一起来追寻信仰，一起来在信仰当中互相的鼓励。以户他一个人非常的厉害，他可以一剑就取得他的头号敌人的生命，可是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这一群人的对手，所以呢，他跑到自己的同胞，号召自己的同胞，然后跟他们讲说：来吧，上帝把我们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一场的战争，以至于他们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我们都需要同伴，如同有一个布道家这么讲，他说：我向上帝祷告，不是我一个人很厉害，我可以做1000个人的工作，而是我跟上帝祷告，是1000个人因为被我影响而为上帝工作。因为当我们1000个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1000个不同的恩赐，1000个不同的力量，一起被上帝使用。第二个是我们不要小看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又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今天的主角以户，他绝对是带领这一场战争翻转的关键。可是大家还记得吗？圣经里面记载他是怎么样？他只是一个左手便利，他只是一个左手便利的。换句话来讲，他跟正常的人不一样。换句话来讲，他是当时的社会当中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可能成为当时的弱势的一群，因为他失去了最有力的、强而有力的右手。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跟上帝讲说：上帝，你使用这一个人，这个人有双手，上帝使用这个人，这个人右手很有力量，而是他勇敢的去面对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上帝所给他的呼召，以至于他一起也看见上帝所成就的美事。我相信只有看重自己，也会才能够赢得别人的看重。在1970年，有一个小女孩，她出生很可怜。她出生呢没有双手，并且她的脚也不一样长。她被丢在一个菜市场，她的家人都不要她。但有一个牧师要她，把她带回到六龟育幼院来抚养她。有一天，当时的总统蒋经国总统到六龟育幼院，看着这小女孩很可爱，把她抱起来。这小女孩也很天真的告诉这个总统爷爷说：总统爷爷，总统爷爷，我没有手哎，你看我没有手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小女孩在你的面前，她告诉你她没有手的时候，你会跟她讲什么？然后这个总统爷爷就告诉她，他说：你没有手，但你有脚，你的脚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想到这一句话他记在心里。后来他真的发挥他的脚，让他的脚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口足画家，用他的脚来为上帝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便我们拥有的是一点点，即便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愿上帝使用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是在比较你有的而我没有，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才发现原来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富有。而第三个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限制对上帝的期待，我们都会有担心的时刻，包括你，包括牧者也会。但是我们觉得，但从今天的故事里面帮助我去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如果当你想到这段故事是逆转胜，是一个民族他们得着自由，可是你有想过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很自然的一个故事？如果这当中我所举的例子有其中一项如果会成就，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故事。第一个，如果以户去朝见国王的时候，然后他被搜身，他的剑被发现了，就没有今天的故事，对吧？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和合本说这一把剑大概有一个手肘这么长，
现代中文译本说它大概有半公尺，50公分这么长。你有想过50公分这么长的剑放在大腿上面，既然不会被发现，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不自然吗？它到底是怎么藏的？而且第二个，会不会如果他一进去找国王之前被搜身了，请问会有今天的故事吗？不会。第二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战败国，国王不需要特别对他们特别的这个阿谀奉承，不需要特别对他们这样的善待吧。那今天以户是，如果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暗示是以户是临时的回到皇宫去找国王，所以国王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见面吗？所以如果说国王那时候他正在忙，或是他不想要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告诉这个以户说，我派我的秘书去找你，我派我的其中一个助理去找你？如果国王不想跟他见面，请问会有今天的故事吗？也不会。第三个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被一把刀不小心割到了，或是被一把针刺到，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声音？会不会忍不住想要？总是会有一点点声音吧。可是今天摩押国王竟然被一把剑刺下去的时候，他一点声音都没有。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不自然吗？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户就逃跑啦，然后就经过了凿石之地。凿石之地是还没信上帝的这一群人，也就是很有可能是跟国王是同一队的、同一个民族的这一群人，他们雕刻偶像的地方。我要讲的是，如果他还来不及跑到自己的同胞，跑到自己的山区，然后去讨救兵之前，他就被拦截下来。请问会有今天的故事吗？不会，他只是一个杀人凶手，他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第五个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被欺负了，不是18个小时也不是18天他们是被欺压了18年。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早就习惯这种被欺压的一个日子？所以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讲说：“来了，我们现在上帝已经把这个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一场战争了。”他可能一边讲还一边喘。可是有可能有些人开始讲说：“你是头壳坏掉我们如果能够打得过对方，我们早就上战场了。我们根本打不过别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样的声音会出现？我觉得很有可能。可是既然这一群人就乖乖的说好，我们就下山，然后就跟他们打仗。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么多不自然，可是既然成就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上帝愿意祝福他们，上帝愿意帮助他们。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想，如果这件事情这样发生怎么办？如果这个事情那样子发生怎么办？我们会有好多很担心的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这样子？我会。可是你再次通过这个故事提醒我，可是如果上帝祝福呢？会不会情况就很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仰望神，把我们所担心的如果也带到神的面前。或许我们所经历到的是神的帮助取代了我们担心的如果。在我所服侍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需要上帝的恩典。包括我跟我的太太跟我们同工都知道，因为可以走到如今，我们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我的教会聚会是大概30到40个人。那多一点40个人但是大概就是这个范围。然后65岁的大概是20到25个人，所以我跟我的太太是教会里面最稳定聚会的年轻人最年轻的那我们真的想要宣教，想要在这个社区里面，然后想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于是我们开始做我们最擅长的因为我会的东西不多，可是至少我还可以陪伴孩子。我记得第一天，我非常正式的，在陪读班之前我就穿得非常正式的一个服装，然后去拜访当地的学校的校长。那校长的佛珠也很大颗所以但是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陪伴这个社区的孩子。我印象很深刻，校长用笑脸张开手臂欢迎我，
他说，因为他听说我们附近有个篮球场，学生会在那边有这个卖毒品的，卖给这个学生哦。因为他是听说的啦哈，但是他就因为这样子，他觉得说，如果在地有一个机构可以关心，那当然很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开始了陪读班，在教会以及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学校的支持之下，我们就从7个孩子开始陪伴。那我就当他们的孩子王哈，所以想得到的游戏我都陪他们玩过啦，躲避球啦，然后呢这个鬼抓人啦，然后什么我都玩过，但是捉迷藏我没有玩过了哈，因为我太大只也躲不过他们哈，所以呢我就带他们，就从中午呢就带他们回来，然后有时候呢是午休时间，我就带他们一起睡觉，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教堂的椅子哈，我们就把他们靠拢，然后他们在睡觉啊。那过了4年之后呢，我们开始学生来到了13个到15个孩子。我们原先设定的一个教会的陪读班是到5点就结束了哈，我5点之后我可以做其他事情。可是呢，却没想到学校呢就通知我说，这个学生呢他们长大了哦，他们下课时间是5点半，请问牧师呢，你还会不会再接这一群孩子哈？会不会再让这一群孩子来到教会？我当然跟他讲说要啊，我当然要接他们。可是当我电话挂掉之后，就开始想，这些孩子5点半之后，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写完功课7点，他们也晚上了，他们肚子会饿，有没有人为他们煮晚餐？而晚餐的费用在哪里？我开始非常大胆的去想这件事情。而当时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任何单位跟我们合作，所以我知道说这个经费一定是很大的问题，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神啊，这群孩子肚子会饿，怎么为他们准备？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我说教会的姐妹来帮忙吗？可是每个人都有家庭，谁愿意晚上出来要煮个晚餐？这看起来是有困难的。我就跟神祷告，我自己也想一下，我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再煎个荷包蛋、泡面、高丽菜，哇，这个我知道这3样的功夫也是不够了哈。我就心里想怎么办？后来呢，可是呢，当我们这样勇敢的去走的时候，开始有经费进来，开始有人就奉献米，然后开始有人呢就给我们8个孩子的晚餐的费用，我们就把这个费用呢就开始收集一下，然后把一部分呢要给煮饭的人的薪资，一部分呢就煮饭就是给这个煮饭的这个蔬菜的钱食材的钱，然后开始就这样进行了。我记得呢，我们的薪水呢，当时可能是不多哈，在他们眼中不多，所以其中一个社区的妈妈煮了1天呢，就不煮了。第2个妈妈呢，煮一煮，她说我住院了，我手术了哈，我不能煮了哈。其实她是找个借口啦。我想说这也过得好好的哈。那最后呢，我只好呢硬着头皮跟我们教会长老说：长老，没有人煮可不可以帮忙？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薪资哈，我们会给你，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哈？我们从一开始10个人开始煮哈，后来到现在5年过后，还好这个长老还帮忙哈，否则我们真的是会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乡下教会来讲，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同工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是没有同工。即便是退休的这些年长者，他们是农夫出身的就是一些社会的底层，他们没有教育背景，他们是看到孩子，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当时呢，学生来到13到15个人，我们还应付得起。那就是由我跟教会我们一个姐妹，那她因为出过车祸，所以她声音没办法完全的出来，还有一个大学生，大概是3个还可以。可是6月份呢是一个转捩点这个6月份是怎么样？这个大学生毕业了，所以就变成我跟另外一个姐妹。那13到15个人勉强还可以。我记得在那半个月的时间我从中午从下午2点接他们来到教会写功课。第一批孩子写完功课之后，就第2批回来；第2批写完功课，就第3批回来。等他们全部结束之后，当我离开陪读班的教室，天色已经是晚上，已经是7点了我心里想说怎么办？同工不够，我不可能都一直做这件事情。我喜欢陪伴孩子，可是我真的需要同工，因为我已经算好了，大概到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人数会突破20个人。可是就只有我们2个人，不行啊，怎么办我开始跟上帝祷告，也不断的仰望神。
我开始想了各样的方法，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一团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说钱、说经费没有经费，说人没有人，我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尽各样的方法，我只要想到各样的管道，我就打电话说你们那边有人可以支援吗？然后就一直我都没有看到上帝开路哦。到了1个月的月底，有一个教会的传道来找我哦，那他这个教会的传道呢，他们的位置就在东华大学哦，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唯一的大学哦，在东华大学的隔壁。我从来不敢想象会东华大学的学生愿意过来，因为骑车要15分钟哦。但是我勇敢的跟他讲说哦，你们那边有没有青年？可不可以就派4个人过来支援我？那我不是要抢羊群哦，他们礼拜天他们就回去你们的教会来做礼拜。他说好好好。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有一次刚跟我讲说，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是难过的，因为他觉得说，既然教会服事没有人，那他也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他们，就是教会的执事，那其中有2位是大学的教授，那在这个大学的教授帮忙我非常感谢这大学教授，他是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也开了一门课程叫做管理人生邀请很多基督信仰的讲员一起进来。他就跟他的学生讲，他说：如果你要得到这个学分不只是上课写功课，还要怎么样？还要志工服务当时呢，他的志工服务我都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呢是花莲少年之家当志工第3个是恋爱工作坊1整天，第4个是这个慢跑30个小时，第2个是来丰田教会当志工4个选1个。我怎么样没有想到这个大学教授帮忙，那一次的过程我们竟然来了22个学生我从无到有感谢主，我们拍手感谢上帝真的是感谢主你知道吗？真的是从无到有，你会看到那个画面，突然教会变热闹了，突然小孩子也多到25个人，突然教会也变热闹了，来了22个学生，所以你看到满满都是人。跟大家讲一下，是我突然也升官了，因为我突然本来是第一线陪伴的，我竟然可以在后面指挥大学志工。我说你在那边，你在这边你坐这个位置，你坐那个位置，我突然莫名其妙的升官了。所以呢，就这样子，我们开始很多人开始陪伴，好像我自己在回想起来，好像上帝要告诉我说，你说你没有人，可是我把一群人带过来，你继续勇敢的去走吧。所以我们就继续这样子侍奉。到现在我们有48个孩子在我们教会，那每天大概有8个到10个。那这是我们为这些孩子做统计那这些孩子们呢，48个里面呢，只有13个孩子是家庭是正常的。所谓家庭正常是有爸爸妈妈都在，然后呢收入也都稳定那所以呢，其中有2个是我们家孩子，也就是大概只有10个孩子是正常家庭。可是有将近30-40位都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比较辛苦的。但是我非常珍惜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愿意去服侍，去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感谢主，上帝把这一群孩子带到我们教会，让我们有机会去侍奉他们。教会开始热络，并且非常的多人所以我们从2到5就是从中午孩子下课到晚上，就是成为社区里面真是最吵的地方因为太多孩子在我们这边。那我们不只是陪伴孩子写功课但是告诉大家，陪伴孩子也不会那么都是那么忧愁的。其实有些时候是很有趣的比方说这个孩子们会造句嘛你就发现有些时候会很有趣这个叫鱿鱼，大家知道鱿鱼的意思吗？鱿鱼我爱看书，所以我常常去图书馆。由于我爱打球，所以我去这个篮球场，这样知道吗？所以呢，这一题的题目叫鱿鱼，孩子们怎么回答？说我昨天呢买了鱿鱼所以也是蛮好笑的嘛这个是天才的造句王。那这是我们的课表呢，从中午、下午到晚上8点才整个告一个段落特别孩子下课之后，我们为孩子们开了一个课程，就是线上的这个冒险者公会
那冒险者公会就是自习课的意思了哈，就是你讲这个自习课没有人要参加嘛，所以你要讲一个炫一点的名字叫冒险者公会，所以你是公会的一员，哇，那就会有人参加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带他们阅读啦，带他们英文啦，然后呢，这当中我们除了功课之外，我们还有跟别的单位合作，有攀岩，然后直排轮啊，然后有这个心算，然后有美术的课程。这有一些的是来自于志工啊，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这是来自高雄他就1个月会来一次，然后还是来2次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就教孩子们珠心算，就这样子用遥远的坐火车坐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来到花莲，然后来陪伴我们，所以我都觉得说哇，感谢上帝一个很大的祝福。那特别我们的孩子们从他1年级进来。到他升上国中之后，我们就发现说，有些孩子们他们的课业是低成就，他们不见得爱念书。那所以你也不能逼他们念书那教会还可以做什么？我一直在思考。有一天我想到了，我说教会最有机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是一个牧师，我最有机会是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各行各业的人。我可不可以把各行各业的这些弟兄姐妹带领他们？然后呢，成为这些孩子们的资源，甚至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信仰。所以我们就开辟了一个课程，叫做职业探索。第一个邀请当然是我们的长老，他是一个木工老师就邀请他说，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甘苦谈，还有邀请他呢，甚至这当中如果有机会也分享信仰。所以我们这当中我们进行过很多包括木工课，然后还有去电台体验，然后还有这个邀请这个过去就是这位志工，就是过去跟我们一起打拼的这个是这个餐饮科的这个学生我们邀请他再次回来跟我们孩子分享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甘苦谈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专程去到台北担任1日咖啡的店长，我就问孩子说，你担任店长你的感受是什么？这孩子告诉我说，原来店长需要店租需要租金因为他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么浪漫，原来每一天都有压力你在台北租房子每一天都有压力所以怎么去学习控制自己的成本，然后我们邀请这个公司的老板去谈一谈怎么去创业，然后带领孩子认识咖啡这个产业。当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发现说，有一些孩子他们不只是课业的问题，他们心里也有点创伤，或是他们家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引导他们。于是我们开始也邀请心理师，然后呢，或是有一些协谈背景的我们其中一个姐妹，她曾经去监狱里面关心过病人也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就邀请她来协谈我们的孩子。这一次呢，她就问孩子说：“孩子，你们家的组成是什么？”我特别圈起来是因为他是单亲孩子，他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所以你有感觉到爸爸是很疏远的，对不对？然后呢，就问他说：“你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是什么？”他就勾选他觉得家人重要啦，健康重要啦，自由啦，安全感啦，还有被人重视很重要。然后呢，就这样子不断的跟孩子们建立关系，谈话当中呢，我们的姐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希望你将来成为怎样的人？问到这个孩子突然心里面激动起来，他就掉下眼泪说：“我希望我将来可以照顾我的家人，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被人家重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孩子告诉你这个，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就发现这孩子有一些是他真的心里面有伤，但是上帝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来陪伴。或许你会问我常常问自己，做这么久了，有人做礼拜吗？我老实跟大家讲，没有一个大人做礼拜。可是你觉得乡下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盼望。我们找到了盼望，因为你开始看见那个福音的种子开始改变这个当地的社区，连孩子的作文都会改变。这个叫无论跟都结果呢，你知道孩子们造句什么？他说：“无论天气多么的恶劣，太阳一定都在云上。”大家会想到什么？云上太阳，对不对？我在等待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风、圣的云大大的浇灌。
在9年前，我们的主日学我把它特别圈起来，只有5个人，其中还有主日学老师，还有我们家女儿，其中一个女，然后2个是已经要升高中的。说真的，只有1个孩子。可是当我们开始做这个陪读班，我们开始跟孩子们建立关系的时候，开始孩子们会愿意过来，开始孩子们会期待儿童的工作。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附近的孩子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活动。这些原本是陪读班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很爱来教会，所以我们常常用礼拜6我们一起学乐器，一起吃饭，一起骑脚踏车，甚至有时候我们礼拜6有其他活动没办法来的时候，没办法办这个青年团契的时候，他们还会问说：“牧师师母，今天还有青年团契吗？”他们非常的期待，然后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训练他们一起打鼓、钢琴、吉他，为了什么？有一天，不是有一天，1个月会有1次，让他们能够敬拜、赞美上帝。一群没有信主的孩子，却是带领着信主的孩子一起来敬拜与赞美。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可贵的画面。我相信，我也期待他们透过唱诗歌的过程当中，圣灵亲自的引导他们认识信仰。而当我们在做这个陪读班的时候，社区开始看见我们。而这是有一次，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我听起来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过来的，他说他要捐一笔钱给教会。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捐一笔钱给教会？”然后他才说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农夫。那他是一个年轻的农夫呢，他在放水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经验，所以呢他没有把一个他自己的田把东西塞好，所以呢这个水呢就淹到隔壁的田。于是他带着亏欠的心呢，他就去找这个隔壁田的地主，然后就告诉他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的田的水呢，田地的水淹到你们那边，那我愿意赔偿，请你告诉我要赔多少钱。”结果没想到对方一直跟他讲说：“不用。”最后呢，他看见这个少年人的诚意，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真要赔我钱，这个地主这样讲啊，如果你真要赔我钱，请你奉献到丰田教会。”所以他才打了电话给我。而这个地主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意代表。我就觉得说，我跟这个民意代表没有特别的关系。可是你知道，民意代表他可以做点人情，可以奉献到票数比较多的地方，大家了解我意思吧？可他既然奉献到一个人数少的教会，所以当我看见说，当我们在照顾这些孩子的时候，社区其实都看在眼里。去年地震之后，一个蛋农他给我们300颗蛋，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蛋销不出去，因为没有人来他们花莲这个地方来消费就是没有餐厅，在餐厅可以的业绩量降低，所以他们蛋就滞销。他就给我们300颗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个蛋农他常常经过我们教会门口，他看到很多的孩子在我们教会的广场，他说：“我想你们会有需要。”于是就把这个蛋给我们教会。那所以我们就对我们乡下教会来讲，我们真的是找到一个盼望。我们期待这些孩子成长，甚至有机会，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到外地发展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们成为我们的会友，也有可能，或是上帝也祝福。当我们在做神在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一无欠缺，而且上帝丰盛有余。这是我自己走完这9年来我自己很深刻的经验。那也因为要接待这些孩子，所以我们把教堂椅子全部改成一种折叠式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周间的时候，礼拜2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收起来，让我们教堂成为教室。然后呢，所有的空间都使用都满了。那所以我们因为看见自己的空间满，我们就心里面有一个期待，可不可以为这些孩子建造一个教育馆，让孩子们他们有更好的空间被接待，更好的空间来写功课。那甚至呢，因为教会有好久没有整修，所以我们打算呢，就是多增加个屋檐然后铁皮的翻修然后呢，让整个空间可以活化，或更得到好的运用。所以请为我们祷告。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荣光堂弟兄姐妹那开放讲台，特别感谢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们，你们的同意所以我能够在这边报告，非常感谢大家，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是在2年前的一个导演那
他因为知道我们教会的故事，所以他就跟教会公报社合作，然后来拍摄我们教会的状况，也希望让所募款的教会可以更了解我们的状况哦。我们一起来看哈，短短的大概4-5分钟哈。好，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平安的来到教会。那我们一开始陪读班就从7个小朋友开始，因为我们是用关系为导向，他是从1年级就进来，然后能够到我看着他毕业，甚至到国中的阶段。所以我们教会陪读班就从2020年开始有了大学生进来，然后我们开始就这样不断的成长，加上东山国小它的一个办学的一个风评不错，所以我们开始从学校也多了，我们陪读班也跟着多了，我们学生那一届本来只有收5个，变成收了10个，所以我们现在陪读班来到了有45个学生。我们从一个没有资源，到现在陆陆续续，真的能够走到现在，陪伴这40几个孩子，事实上是有很多小天使帮忙，很多单位他愿意奉献钱，然后或是提供英文教材，然后或是提供线上的一个资源，让我们教会可以更多元的来发展。我真的觉得，真的我看见神迹，在这么多小天使。然后这样子帮我们支持，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侍奉。我一直在想说，让孩子有更好的陪读的空间。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受到干扰，不只是有这个爱心文教基金会的补救教学，我们还有跟这个线上客服合作，还有线上英文合作。那所以我们空间几乎都满。所以我很期待是在餐厅的后面，我们能够建造2层楼的多功能教育馆。那因为教会也大概有了好几10年没有好好的把它整修，我们期待说将来我们会一并的整地，然后还需要再挖水沟，让这个排水系统不会积水在里面。所以这个整地啦，然后挖水沟啦，铺设水泥啦，建设教育馆啦。我们大概初步估计，大概要1000万的经费，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为我们奉献跟关心。那也希望成为我们的小天使，然后那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小型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做的还是有限，所以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关心，或是开放讲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来请安募款。如果大家有感动，也可以汇到我们教会的邮局户头。但是请注明是奉献多功能教育馆，那这样子我们就会专款专用。那再次的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也邀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就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在儿童事工所做的，我们一起来开拓上帝国度的事工哈，让这些孩子们生命能够更多认识主。那也愿上帝祝福我们荣光堂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愿上帝也祝福你们，纪念你们。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读到以户的故事，我们知道是神你的帮助，神你的带领，以至于你的子民可以得以翻身，命运可以得以改变。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何等需要你。求你也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你施恩祝福在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在灵里面以及身体都能够健壮稳定。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使他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因着倚靠你，不断的为你做见证，也成为主你所忠心的工人。愿上帝赐福祝福荣光堂弟兄姐妹，因着依靠你，他们看见他们所担心的、所担忧的，都不断的得以突破，不断的得以改善。愿神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经历你。主，再次把丰田教会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施恩祝福，在新建的过程当中尽都顺利，并且一无欠缺。愿你亲自的来扶持我们2间教会。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上帝祝福大家。我们谢谢这么勇敢以及对神有信心的嘉庆牧师，用他在行动中所体会到的神的话，来激励、坚固、造就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透过弟兄姐妹之间不断的关怀，彼此饶恕在爱里面，共同来见证，并且将福音广传。我们再一次来鼓励我们的周嘉庆牧师哈，谢谢。接下来我们以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父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新灵粮诗选346首《主内满足》，我们一起起立。天之间，主面，你的降天。
请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如果对奉献的意义不了解的，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贵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主，我们愿意以面前这些金钱来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才智，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叫教会能够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互相差遣问安。唱完第一次之后，我们可以彼此问安的时候，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
每个礼拜这个时候都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教会，这边有一些事项。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并且感谢今天花莲丰田长老教会的周家庆牧师，到我们教会来，为我们主持台语以及国语堂的讲道。那周牧师呢，有非常好的社区服务啊，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那在教会做社区以及客服的事工上面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并且关心募款、关心祷告奉献。今天7月27号主日之后，我们请提名委员到201教室开会，请提名的同工留步参加。第四，我们下周主日8月3号是我们8月份的圣餐主日，以及父亲节的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在主日后12点半，我们会召开8月份的执事会，也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第五，我们请弟兄姐妹呢，能够知道如何发挥爱心来进行关怀探访的服事行动。那教会呢，会在8月10日主日之后举办探访关怀研习课程，欢迎弟兄姐妹一同参与，也让我们透过关怀探访的服事来安慰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兴趣的同工可以到布告栏登记报名。同时，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认识圣经，并且对圣经各书卷的了解，我们的潘辉珍传道将于9月份每周6上午的10点钟会开立圣经中览的课程，满7人我们就会开始哈。那本课程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红本门徒的预修的课程，也欢迎弟兄姐妹参加。那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小朋友们，今年升大学、高中职、国中还有国小的青少年，我们要为他祷告。这里面有升小一的温全恩、蔡仲宁，升国中的林炳轩、陈玉论、贾雨晴、张乐平、蔡君瑞，升高中的有张维义、张维富、谢蒙恩，升大学的有廖寻生。那我们教会将于8月17日，我们会举办升级礼，也请为我们即将升级的儿童跟青少年祷告，在新的学期有新的学习跟盼望。全国的姐妹会夏令营将于8月15到16，也就是星期五跟星期六，在斗六三好饭店举行。那我们教会呢有11位姐妹参加，我们也为参加的姐妹们有美好的联谊及平安祷告。第9，卫理神学院的新学期有推广教育课程《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开始受理报名了。我们请到蔡慧秋老师。那上课的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从9月19号开始。详情也请在布告栏上面可以详阅。这一次的这个课堂只限实体的课程啊，那我们鼓励各小组长踊跃的参加。同时，我们要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我们教会各项的事工关心跟祷告。在114年秋季班的制服艺人学院，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欢迎弟兄姐妹协助发送简章，在自家的社区中，让我们制服艺人的活动能够广传，并且踊跃报名。其他的肢体消息我就不一一的
在这边说明，请大家自己看那个周报底下，请大家起立，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伟文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祝福祷告之前，牧师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领受我们的祝福礼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让我们进到社会里面，进到社区里面，把从上帝得来的祝福带进到社区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发挥恩赐，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来侍奉主，并且使社会、使社区因我们得到祝福，也纪念我们的嘉庆牧师他所带领的丰田教会，让丰田教会也一起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订阅中，我们也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以及教会各项的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主日信息的默想，也请大家参考。同时，如果有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